20章，我搁看见一位天使对天降落，手内摕无底坑的锁匙，甲一条大链，伊掠条迄个铃，就是古蛇，搁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将伊捆绑1000年，ฮ็伫无底坑的内面，将无底坑关起来。用印方丈，互伊袂得搁迷惑列国。等到迄1000年完了，以后的确就暂时偷放伊。我搁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伫顶面的，搁有审判的权柄赐互因。我搁看见遐个因为甲耶稣做见证，搁为上帝的道受抬的人的灵魂，甲遐个无拜过兽甲兽像，也无伫头遐顶甲手顶受过伊印记的人的灵魂，因拢各活，甲基督三甲做王1000年，这是头一摆的各活，其余的死人也未各活，直直等到迄1000年完了。伫头一摆国活有份的有福气圣洁啦，第二摆会死，伫因的身顶无权柄，因的确做上帝甲基督的祭司，搁要甲基督三甲做王1000年。迄1000年完了，撒旦的确对监牢内受偷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。就是高极甲马国，互因自执争战，因的人数多，亲像海沙，因将来遍满全地。为条圣徒的营甲蒙爱的城，有火对天降落，消灭因。迄个迷惑因的魔鬼，受ฮ็伫硫磺的火湖内，就是兽甲假先知所踮的所在，因的确入眠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搁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甲坐伫顶面的，对伊面前天地拢倒闭，再也无通搁看见的所在。我搁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拢徛伫宝座前，案卷踢开了，并且另外有一卷踢开，就是活命册。死了的人拢凭着这个案卷所记载，照因所行的受审判。对安尼，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甲灵魂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因拢照逐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甲阴间也受ฮ็伫火湖内。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摆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无记伫活命册顶的，伊就受ฮ็伫火湖内。